头起先，咱要做回来关心的，就是高雄市动保处长叶坤雄，伊是互人指控接受私人的招待，掩护这听不店通过稽查。地检署是来约谈相关的人员，这当中呢是认定有5个人涉嫌违反着贪污治罪条例，其中叶坤雄甲剩余所的业者是以50万甲200万交保，而且限制出境出海。因来市政府也随甲叶坤雄调离主管职。我们动保处派员到畜牧场，然后被动式监测。徛伫议会，温温甲议员报告工作进度。高雄市动保处长叶坤雄平常时做人真热贴，就算是动保处的活动，也真少出现伫镜头前。不离过高雄地检署接到线报，讲叶坤雄敢若私底下接受宠物店业者招待，对细数的业者放水，暗号其摕到特定宠物的营运机构。检方伫月初发动2摆敲催，同时约谈叶坤雄、业者甲相关的承办审议委员等5人。审问了后，认定5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，分别以5万到20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。传唤相关被告与证人后，就叶姓及苏姓被告各交保50万、200万元，并均限制出境出海。根据了解，细数的业者是南部一间大型的连锁特定宠物店头家，因为特宠业的申请规定严格，所以就找叶坤雄来斗3工。检调查出，业者捌防检机动物保护问题，叶坤雄事先甲启载项目讲互业者知，然后就安排姓吴的审议委员，伫咧审查的时阵放水互过关。李市府接到消息了后，也随甲叶坤雄调离主管职。市府强调会全力配合调查。本案目前已经在司法侦办程序中，为了维持动保处业务运作的稳定，原动保处处长已经调离主管职务，并由农业局许明章科长与动保处段副处长职务对调，并由许副处长代理处长，以确保各项业务的运作正常。市府表示，目前司法已经伫咧侦办当中，因尊重检调的调查，若是真正查证是事实，市府一定会依法严格处理。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